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洲社區快訊。由澳洲廣府人珠璣聯誼總會主辦嘅新聞發佈會，日前於悉尼皇冠海鮮酒樓隆重舉行，現場嘉賓雲集，氣氛熱烈。發佈會上正式宣布，第6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將喺2027年10月喺澳洲悉尼舉行，標誌住呢一項國際盛會首次走向海外，意義重大。主辦方表示，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一直係全球廣府鄉親聯絡鄉情、弘揚文化同促進合作嘅重要平台，屆時將匯聚嚟自世界各地嘅社團領袖、工商界人士、專家學者及青年代表，共同推動廣府文化嘅傳承與國際交流。大概咧，2027年呢，就喺我哋會喺我哋達靈港嘅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嘅。到時咧會來自呢8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世界廣府人港澳台在聚居我哋澳洲雪梨，舉辦我哋澳洲廣府人懇親大會嘅第1屆喺海外嘅懇親大會。我哋之前呢，有5屆咧都喺中國國內舉辦嘅。我哋今次係完成咗我哋嘅創會嘅總會會長黎子流嘅遺願，希望能夠將我哋廣府人嘅精神同埋文化咧帶出海外。所以今次歡迎大家2027年10月到11月，我哋咧就會舉辦我哋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，希望大家踴躍參與。除咗世廣會嘅公佈，會上亦同步啟動2026第2屆越唱越強全球粵語歌曲大賽南太平洋賽區。主辦方介紹，首屆比賽於2025年成功舉辦，反應熱烈。今年賽事將喺2026年7月1日正式接受報名，並於悉尼、墨爾本、南澳同西澳設立分賽區。最終總決賽將喺同年11月喺悉尼舉行。優勝者更有機會代表南太平洋賽區前往中國廣州參加全球總決賽，同世界各地選手同台競技。本屆比賽由多個機構聯合主辦，設有青少年組、成年組同樂齡組，期望透過音樂藝術推動粵語文化喺海外嘅傳承與發展。主辦方強調，未來將凝聚各界力量，積極籌備第6屆世廣會，致力打造一個具國際影響力嘅文化盛事。